你有冇試過做一樣嘢做到完全都唔記得咗時間？唔係喺度 hea，唔係喺度發夢，而係專注到入晒神，唔經唔覺已經過咗2、3個鐘。畫畫、打機、寫程式、彈琴，甚至係洗碗。原來呢啲時刻就係心理學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所講嘅心流狀態。今日我哋就一齊嚟睇下呢本經典心理學著作《心流 Flow》，點樣幫我哋喺工作、生活同埋學習入面揾翻快樂同埋動力。作者用咗幾十年嚟研究，發現人最快樂、最充實嘅時刻，唔係放假，唔係瞓覺，而係全程投入做緊一件有挑戰性，但係又啱啱好應付到嘅事情。呢種狀態叫做心流，有幾個特徵嘅。時間感消失，你唔會睇錶，因為唔記得咗要睇。高度專注，你眼中只有手頭上嘅任務，其他嘢都聽唔入耳。清晰目標，你知道自己而家做緊乜嘢，下一步要做啲乜嘢。即時回饋，你知道做得好唔好，唔需要人哋評分。心流唔係一種放鬆，而係一種帶住努力，但係又令人好開心嘅挑戰感。咁點樣進入心流呢？心流唔係話想入就入啊。作者提出要達到呢種狀態係要有幾個條件噶。挑戰同能力要平衡，工作太易就悶，太難就會焦慮。最理想就係有少少難度，但係你覺得自己係可以應付得嚟嘅。有明確目標，你要知道你而家做緊啲乜嘢，而唔係亂咁做。清晰目標可以幫你集中精神。即時回饋，例如畫畫、寫程式，畫得靚唔靚，啲程式 work 唔 work，你即刻就知道。做得好就自然想繼續做落去。排除干擾，電話、社交媒體、噪音等等都會打斷你嘅心流。要進入心流，最好係安排一段冇人打擾嘅時間。作者亦建議我哋可以訓練自己喺日常生活中進入心流，例如打掃、寫 email、做報告。只要你將注意力放返落自己手上嘅工作，揾到入面嘅細緻同埋挑戰，就可以轉悶事為樂事啦。作者話，其實人嘅快樂唔係嚟自外在嘅環境，而係來自內在嘅體驗啊！你想象一下，即使你人工好高，但係你日頭悶悶地返工，夜晚又喺度 hea 住煲劇，係咪真係開心呢？相反，一個收入普通，但係每日都有時間做自己中意、投入又有意義嘅事，佢嘅生活可能比你好好多啊！心流係一種可以控制嘅快樂，唔需要等外面發生乜嘢事，而係你學識點樣用心投入當下。呢本書俾我哋一個好大嘅提醒啊！快樂唔係等出嚟，而係自己創造出嚟。只要你識得揾到自己嘅心流區，無論做啲乜嘢都可以變得更加有意義噶。你諗唔諗到對上一次你進入心流呢個狀態係幾時？有冇諗過點樣令自己喺生活中多啲時間係投入呢個狀態，而唔係冇意識咁過日子？如果你都想學識點樣掌控自己嘅注意力，提升生活質素，咁心流就係一本好值得睇嘅書啦。希望你中意我哋嘅分享啊！我哋下次見。